唉，相母长子，爹娘才死时，与丞相金宠子女，牡丹小姐事有订婚，不应亲王家爱，无奈只得到金府投亲。谁知又见我衣衫褴褛，十分不喜呀。他命我在别部探访，草堂公诉。这婚姻之事，他从不提起呀。也不知我那牡丹小姐心意是何？唉，好不外门成言。李玉，李
怎么在门外睡着了呢？哎呀呀呀呀！哎呀！你是谁家娘娘娘？因我愿意当书房。他为我是当书房，只叫先生大大开门让。你是谁呀？他为何成名不女呀？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哦，我不是花妖素锦夜迷神，变作雷雨来害我做苏郎。哎呀，莫非是牡丹小姐当送小娘三舅牡丹，请玉桂可是天下。果然是小姐来到书房，小生彼此原因是有才呀，是有才。我那是不公。小姐，小生我死亡前来，你我在月下当错啊。小姐，请坐。你请坐啊。我有啊。怎么？小姐，请坐。你请坐啊。哎呀，好一位美貌的小姐，好一位英俊的秀才。小姐。怎么？我站在月当儿梦哟梦啊，明我在边。
谁？相爷，此事美景，可惜无人提用啊！这兵相爷，我不叫别个单张相公前来的事。不对，他晓得提什么事？谁要你提起这穷鬼？女儿，是为娘到厅内歇歇去吧。不去。哎呀，相爷，妾身早就说过，要那穷酸歇下休息，好当发堂罪。可你偏要把他留下，使劲你看。哎呦，哎，郎，因为此事心在上，为母早已尽知章。倘若叫他先休书，岂非要落过欺民而不亡民扬？我今夫塞得不早，把遗绪残留着穷鬼于何方？待等他即可复考落地。什么事？弟弟母亲不知哪里来的光生，这个鬼子娘子调戏我，啊！我为我红了出去。他藏在哪里？儿啊！原来是你这个穷孙，得坏了的。我死记来，我死记为屈。你，哼！你这个小破孙！喂呀，弟弟！
谁呀？为何跌倒在地呀？我乃金玉丹，因在官正行宫，一路之上神迹满年，故而跌倒在地。长相公早被你们关出门来，你宰他做甚？为他没夫妻之心，岂能让他流落在外？你在花园之中高喊作杀，还有什么夫妻的情分？你是哪一个为子啊？我是狂徒，我是臣，谁是你的长老？
从今亲生情人跟随上郎，虽穷虽苦，我再也不能为将去你啊！这是长郎令我自己何往你？那暂时只得当我自己家中去吧。此事有一东西我不，要是被你母亲知道了，那晚怎么得了哦？那也顾不得这许多了。哎。启动快挂灯，岂不是好？哎，我要看什么挂灯笼？我是挂路的妖精。长郎，今晚之事若是气色不好，把长郎气成什么模样？使今你夫妻都放弃这挂灯，不长时候不要快了，不要快了。
贾元在颜面一男一女，为何如此慌张？小生不管乱讲，杨一个是张相公，还一个是我家小姐。你可快得仔细，快得仔细！好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！我将他拐出府去，他尽管勾引我女闹事怪灯，这外了得。贾元才将他们双双追回。是。相爷，你为何如此怒气冲天？可恼！可恼！不恨出生小长人，为什么却把是非谁？幸亏与我没带女，同往闹日快活的人。这样提去完得了，岂非是螳螂相扑？要查出名。相爷，说起你不上街观花灯，我母女明朝为真在来听，你儿他你的前生做好运，凭是你老眼朦胧生出了身。老夫说我名字记，因你相逢快得亲，你休要本不说非我他的对，台外江风不天生。陛下爷，张相公与我家小姐上这回。将他们带了上来。是，带你上来。自己去快。你要一个大胆的小畜生，败外门和挖生民间，这外了得！来呀，有。将他罢了。贾元，才。将他斩一数亡。你怎可与这畜生去？还不为王去？快是为娘为修女去吧。弟弟，叔叔怎么与女儿打扮的一般模样？母亲，他说声怎么女儿打扮你一般模样？哼，你说声尽管冒充相夫前妻。哼，你说声尽管冒充相夫前妻。莫非你是妖气不正？儿是美旦吗？母亲，儿是美旦。儿是美旦。母亲，儿是美旦。哎呀，相爷啊，怎么好端端的弄成两个美旦呐？夫人，这女儿是你亲生，你定会分出真假吧？我一定能分出真假。快去分来！哎呀！母亲，儿是美旦。母亲，儿是美旦。母亲，儿是美旦。
你多年，一定能分出真假。还去人呢？是，你是小姐吗？我不是小姐，是谁？你是小姐吗？我怎么不是小姐？你们可曾认出真假？老爷夫人，他们两个都是假的，那才是真的。只有我们杨王才是真的。哎，相爷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每代孩儿桌子上有颗牛子，哦有牛子的就是真的，没有牛子的定是假的。快去快来！母亲，儿有牛子。哎呀，老爷夫人，他也有子。哎呀，哎呀，我的儿啊！你的母亲2岁上也有牛子。老爷夫人，他的身上也有子。啊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！儿是没的，儿是没的，母亲，儿是没的。哎呀！你小心，你是小心，你是小心。不要吵！哎，不要吵！不要吵！哎呦，相爷，苍天，苍天啊！金风在草，万生君。情郎我是李长征。长长伯伯将在心，你要着金冠临江，两女进位一外空，我乃比谁家谁是真？相爷，还相爷须上身，妾身再去管本你，管他俩头上紫翠呀云鬓，淡淡胭脂添银衬，上穿玲珑上风帽，下系金须花花裙，环佩叮当腰间垂，踏红绿马过山车，谁是我的亲生女？母亲，儿是没才难登江湖夫人啊！谁是强，谁是贼？生生有我也难可悲。你本是权威无理情，你不要心虚内本事。别说张成自己我能教你天雷惊地难逃命。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是要不要吵！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小心，你是要紧，你小心。相爷，啊！是倒是这两个女儿南边郑家，这边是好是好啊？哎呦，这！哎，夫人不必惊慌，
闻听包大人真有这厉害，待我后堂修书一封，请来包大人判别正将。事到如今，也只好是此了。哎呦，夫人，哎呦，相爷，相爷。前面舅舅放好光，我靠老婆一贯草。曾经诸将兄妹，但不知也没来到水府，有何要事相告？哎呀，诸将兄妹呀！今朝他们搬家回，心里不知多安心，小妹不怕怨心，怕只怕恩爱夫妻感情悲与艰难不容啊！想兄妹同居，原来如此。嘿嘿，姐妹不必如此，愚兄倒有妙计在此，前辈。待我来变作保证大业故，你不杀掉金江无门，到他国珍宝家宝变不清，保管你难夫妻不离分，不离分。
们抢先一步。好，抢先一步。张龙赵虎，王朝马汉，齐儿到。相爷包大人到，快快有请。有请包大人。包大人，好相爷。包大人，请。包大人，为了小女之事，劳烦包大人，老夫怪恩不尽，老夫自有判断。相爷，相爷，是外面那个包大人啊！你说什么？外面那个包大人。请问包大人，我早有机会包大人啊！哦，只此一报，并无二报。方才贾月来报，府门外又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哦，来的只怕是草包。大人，请自别身。好，请。哎呀，快有请！有请！哎呦，包大人。老相爷，莫非有满客之意？是，老夫奇怪满卡，这是先前已经来了一位包大人呐。包大人，真是包什么？保证包拯！大宋朝哪里来的两个包拯？老夫也觉得奇怪，这是先前那位包大人面貌异常，与大人是一般无二啊！哦，竟有此事，请来相见。有请包大人。那派。也见此要心头恼结了正方，我好笑。他今论一家乱争，把相夫
小女只是伤了两位大人的和气呀。欲要怪于什么气口讲？凡事要平心静气。王大人派代正讲，老鸨自有判断。老鸨自有判断。来哟，生儿逃，来，有三爱堂。来哟，玉带带上，来，哟，玉丹带上。美蛋嫂嫂。看见大人，请玉带听爹。咦，一张名字为何两声应声？一张名字为何两声应声？你怒讲一声的，你是妖精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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休得争吵，从实地讲来。休得争吵，从实地讲来。他虽用牛上
这样的口供，这个老汉，你自称包青天，今连这点小事都审问不清，且夸我的来要带上阵。带上阵，当正上当。看见大臣上阵，要审裁，你知罪不知罪？当真，你知罪，我知罪。大人要审不知裁，不知裁呀！上阵，你身为鸿门秀才，父母丧亡，既蒙老乡爷收留，就应当埋头苦读，烈度上进。怎么尽管长沙花园做出越礼之事，既被老乡爷赶出府去，又与牡丹小姐长结棍等，一枝花要用来少论相负，何种义气时候用得来呀？将上阵秀才各去，推下去，从这大人要审有变呐！讲大人。也是你行之有愧，休得动言，退下去，从地打。娘子，嫂子为官妻。情愿你平平不公正，天发蒙古要审理，这天大的冤屈不曾也是情爱是诚，要我两心，一个是道德通空，一个是默默无声，实在保证家用理，真可家已是分明。老汉，事到如今，谁是真，谁是假，还不清楚吗？夜深动灵里，真假已分明。啊，可的，是假啊，不可的，是真，哎呀，不对呀。那可的是真，不可的是假。那可的是假，
不可的是真。那哈，谁真谁假？不辨身问上真，上真哪个是真，哪个是假？上真，用你细细的讲来。啊，臣呐，红堂的梦身上抱，怎会也能两了？他是安静与母亲，正与家，我思想陪着想，常言道，相亲相亲真知己。好一个无度的老儿宝！少真，你休要妖迷心窍，那是假美蛋，这才是真美蛋。不，这是真美蛋，那才是假谋蛋。休得多言，带了下去。哎呀，这位包大人真假颠倒，这位包大人不公，包大人不公呐！女儿，弟弟，你与这畜生不仅挂你，你才是我的女儿。包大人，你别吃了小女，你才是真正的包大人。儿郎，快来接过包大人。哎呀，弟弟，他是假的。你是假的，他是真的。哎呀，包大人，他是假的。他是真的，你是假的。哼，你们两个包大人都是假的。弟弟，他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，你是假的。呈上再要接。妈！老汉，你不要胡谈乱传，杀了家宝倒不要紧，杀了珍宝那完了得。哼，谁是珍宝，谁是假宝？俺子断得命的却是珍宝，俺子断不命的却是假宝。老好，哪一件恩子断得不明？老汉，你不见两股娇娘两两心，这其中是非不难分，欺骗是义不法，情真意重你最动情，你他轮回怎有情？岂非是三更七岁，若敢问今
大臣，大臣，要审裁。本堂杀你无罪，命你被变成的牡丹小姐，也同为归故里。多谢大臣，娘子走了，娘子。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，包大人，包青天。来呀，有当朝为父。是。我先醉了啊！老乡爷，老乡爷，老乡爷哪里去了？包大人，只要你苦人在了，老包包结谁里，我才无才自由。哎呀，包大人，这，来，有切头。哎呀，包大人，包大人。老恨，你不管此事，难道老夫就罢了不成？哎呦，对，代我上殿奏明圣上，请来张铁士将相招之，捉拿此要别了。转来。
300里路一开始就走得这么快，后面的路就走不动了哦。娘子，长郎，你可认识我吗？我怎么不认识你呀？你是我的娘子，牡丹小姐呀。不，我不是牡丹小姐。哦，那定是关婉仙子喽。一位关婉仙子，我乃必不谈理。理什么？啊，长郎，你不要害怕，我乃必不谈李云锦。
今世心真真，有了我多起来不多凄凉，因此我变作女大女郎，金碧衣裳飞进月亮。听娘子说出心头话，我与我长醉思量，想当初在碧波谈判初相会，我与他在月下当作情一场，元宵佳节观花灯，夫妻双双都欢畅。那今从遇见我们再为父，在相府中有两个美旦闹公堂，恰原来呀，一个就是我娘这边。他为我献心亡命丧，我娘子情意不藏在花具在心上，想着每当美丽是不怪那亲娘子恩爱长，人间难免一种距离。你就是李靖与红房娘子，曾将这神仙眷守是在锁门上，在此我在光江一湾有天堂。你吸取多兵一时，领我去中东一人。娘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！怎么？你快这样子，我不能离开你，我要保护你呀，娘子！娘子！
他在前面与他们打起来了，这便是何子好啊！带我前去助他一程。
信用看见人灵。李玉姬，你不必害怕，府内前来搭救于你。多谢人灵。也有两条路，你要他赢还是小赢？大营正的小营何来？小赢，在府内到南海修炼，府8年后得逃正西。那大营呢？他赢，把去玉林上片，当时凡间受苦。信用金文大营。恰是为王，为了长子，信用金元当时万间受苦。李玉姬，想那长者乃是凡夫俗子，你为他抛弃千年桃叶，岂不可惜？哎呀，娘娘，那长者乃是至真君子，想要与他海誓山盟，我想为他完成什么心，还了什么堂？